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氣報告。我係張佳俊，先同大家睇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。我哋可以見到啦，受到高空快船影響啦，華南一帶嘅雲量咧都唔算好多啊。咁所以我哋預計今日嘅天色咧都係會唔錯。咁不過去到夜晚嘅時候咧，都可能會多翻少少雲。咁而到朝頭早6點鐘啦，睇睇各區氣温，普遍咧都係介乎喺26啦至到28度左右㗎。咁又提提大家，酷熱天氣警告啦，同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咁所以大家外出嘅時候咧，都要記住做足啲防暑措施，同埋提防火種啦。咁至於之後嘅天氣啦，我哋預計啦，受到高空快船嘅持續影響，未來1-2日啦，華南地區嘅天色啦都普遍晴朗，天氣酷熱。而同時間啦，位於菲律賓以東一帶嘅低壓區啦，會移近啦呂宋附近，並且咧逐漸發展成為熱帶氣旋㗎。咁佢喺週末期間啦，會橫過南海嘅中島北部啦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啦，以至係海南島東部一帶。咁但係咧，佢強度係存在變數㗎。到時啦，華南沿岸嘅風勢頗大啦，同埋會有狂風驟雨，海咧都有大浪同埋湧浪。咁所以大家咧都要記住留意天氣變化啦。咁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啦，會係大致天晴，日間啊係酷熱同埋乾燥，市區嘅最高氣温啦會上到33度左右，而新界啦再高1-2度。晚上啦部分時間多雲，而風方面咧係吹微風㗎。咁至於展望方面啦，我哋預計咧喺未來嘅1-2日啦，都係大致天晴同埋持續酷熱，而去到星期6嘅稍後啦，至到星期日啦，驟雨會逐漸增多，風勢頗大，海有大浪啦同埋湧浪。而去到中秋節啦同埋翌日啦，天色咧係會逐步好轉㗎。咁今次嘅天氣報告咧就講到嚟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今日上晝嘅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睇埋分區氣温。